来是看图表达题。看图表达，我们会在电脑上看到一张图片，然后我们要根据语音和文字的说明，用客语回答问题。开始作答时，音档会提示呛回答，作答的时间有20秒，请大家充分利用时间作答。这里的策略是要先观察图片，确定题目的要求，比如他会要求你要讲几样，或者问你有什么感受。回答的时候，我们要尽量的完整，人、事、地都要包含。那我们也可以去题目里面截取相关部分的讯息。我们来练习一下。也是公園地圖嘅廣告，要同大家講兩項做唔得做嘅事情，請講出做唔得做哪條事情，請回答。我們試着從題目裡面截取部分訊息來完整回答。答案可以是啲公園地圖嘅廣告，要同大家講做唔得。這是從題目裡面截取部分訊息，包含人、地。接下來看圖，我們要了解一下有什麼事。做唔得得垃圾，還有責罰。我們會一口氣回答啲公園地圖嘅廣告，要同大家講做唔得得垃圾，還有責罰。咩做得講啲公園地圖，大家做唔得得垃圾，還有責罰。過來呀題。就一張不愛錯嘅圖片，請說明一下，應該按樣本哪條人先錯呢？請回答。我們試着從題目裡截取部分的訊息來完整回答。答案可以說：不愛錯，應該愛先樣本老人家、有神風嘅人、行通無縫片嘅人。還有男性人的經驗。過來呀題，請講看哪，唔看到啲老輩係阿爸，也係阿妹啲嘅土生人呢，唔知道樣辦，請回答。題目問你覺得怎麼樣？我們試着從題目裡面截取部分訊息來完整回答。記得哦，人、事、地都要包含。我們的答案可以說：我看到啲老輩阿爸老阿妹兩煞鄉下土生人呢，我知道當好。